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一句俗语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大家做伙讲一句。我是 Lisa， 咱今仔日要介绍的一句俗语是这句：一知情，二品行，三牵成。来哦来哦，来算命哦，无准免钱。这位小姐，你看起来介像有心事呢，要来算看卖无？哦，好啊。这位小姐，请问你今仔日想要问啥货？老师，请问我啥物时阵会发达？发达咯，所以是要问工作运，我算看卖。你做业务的，而且真敖讲话，朋友真侪吼。吼，老师，恁还知？你足厉害咧！哇，假讲诶，我想你敢有听过人讲一知情，二品行，三牵成？你即摆已经真有知情啊，而且做人成功，品行嘛袂歹，只差有贵人来牵成尔。是哦，安尼我的贵人啥物时阵会出现？我算看卖。真紧啊，真紧啊，应该真紧就会出现啊！安尼哦，老师，我是咧卖保险的，这个月搁差200万就到目标啊，而且这关系到我后个月敢会当升经理。你要做我的贵人，甲我买一个200万的保险无？我才拄好有一张真适合你的保单哦。看了头拄的小剧场，大家敢有了解啥物是一知情，二品行，三牵成？这句一知情，二品行，三牵成的意思，就是讲咱一个人若是想要成功，就要有真侪条件来配合。第一是知情，知情就是实力、能力、本事、才调。第二是品行，品行就是品德、人品。第三是牵成，就是要有贵人来相助、来栽培。所以这句一知情，二品行，三牵成，就是咧讲要成功，知情、品行、牵成这三个条件欠一不可。就算你搁较有才情，搁较有理想，嘛是需要爱有贵人相助。亲像周杰伦，伊就真敖弹琴，嘛真敖写歌，伊做人嘛袂歹，品行真好，搁肯拍拼，最后当着吴宗宪这个贵人来牵成栽培，才有大家即马看到的音乐才子周杰伦。好，安尼大家拢知影，一知情，二品行，三牵成是啥物意思啊？吼，咱最后用一句话来甲这句俗语讲出来。一个人要成功，需要侪的条件配合，实力上重要。毋过一知情，二品行，三牵成，若品德好，搁有人来栽培提拔，较紧有成就。今日这句一知情，二品行，三牵成，介绍互大家知，大家会当伫生活当中使用看卖哦。我是 Lisa， 今日影片就到这，若想介我影片的话，我市站搁爱分享出去，也别电话观众朋友嘛，为即我直接电话的可以选动，安尼看到是上下平常滴哦。另外 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follow 起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